欢迎各位，无论是你坐在在实体礼拜的弟兄姐妹，或是在直播现场的每一位朋友，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或者是将你家里的电视来先做个关闭，我们一起来观赏，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一起来参与今天晚上的聚会跟敬拜。基督徒，我们每一次在礼拜天或者是主日，我们或者是用礼拜六的华语礼拜，我们都能够一起从神的话语来经历神。牧师邀请各位，我们一起安静心，在神的面前用祷告来向主说：主，我愿意将我的心，将我的生命摆在主你手中，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帮助，赐给我们生命的粮食，也赐给我们生命当走的道路。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愿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特别在环境险恶当中，无论我们所关心的事、关心的人，我们所关心的工作，甚至我们所关心的生活，我们有许多的惶恐，有许多的害怕，有许多需要神你来引导我们的道路，我们都恳求神赐给我们智慧，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让我们的心中不断的用赞美的话语来兼顾我们生命当中信心的作为。谢谢主，我们再次将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神，求主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祝福我们的生命。谢谢主，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
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你信实何等的广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在你的恩典里面经历神你丰盛的恩典赐福。谢谢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时常抱着赞美的心，开我们的口，用我们的行动，用我们的心来完完全全的摆上。我们要用我们的全人，用我们的生命来奉献给你主你所用，因为你是赏赐丰盛祝福的主。求主你赐给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谢谢主，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要在你面前一起用神所教导我们的话语祷告，一起来祷告。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声，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这伫地里，亲像伫天灵。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到代代无尽。阿们。这时候要邀请各位，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基督徒用奉献的行动来见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如何用我们的生命来回应主。神是我们生命的盼望，当我们愿意用奉献的行动摆上的时候，神也要将丰盛的恩典与祝福大大的赐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宣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教会缺少的要素第2讲。在你身边当中，你有没有感觉到你旁边的人非常可爱？有哈。那这个可爱是人家说的可怜没人爱，还是有没有听过这句话？你好可爱哦，但是你可怜的没人爱。哇，后面那句话，一句话就好像把人杀死一样哈。可是我觉得他这一句话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可怜需要人爱。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的生命非常的可怜，但是需要主的爱。可怜，但是需要主的爱。为什么有些时候我们会说生命非常可怜？有些时候是我们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其实你并不可怜，上帝给我们的生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呢，这几个礼拜呢，牧师跟大家分享一个教会里面非常重要、必须要拥有的，叫做热忱的教会文化，对不对？所以牧师再来复习一下大家哈。热忱的教会文化里面呢，什么是热忱的信徒？什么是热忱的教会？火热的教会，也就是说，教会里面呢，热忱的文化，第一个一定要有分享福音的经验。所以我们牧师跟大家分享到，我们都知道上帝教导我们的诫命嘛，对不对？要尽心尽力，怎样？尽心尽意，怎么样？爱主你的上帝。第2个诫命是什么？爱人如己。好，我爱你，爱你的朋友，爱一个你不想爱的人，对不对？那重要的是，当你要爱一个不想爱的人，你必须要懂得跟他分享。你如果不会跟他分享，你说你有多爱上帝，我觉得有点困难，我觉得有点不可信，懂我意思吗？
所以，当一个爱主的人，他会尽了全力去爱上帝，我觉得他一定会懂得怎么样去爱一个他不想爱的人。所以呢，他一定会懂得分享他生命当中所得到的福音的机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牧师跟大家分享到，一个热忱有教会文化必须要拥有的，他会把这个热忱的心呢，把它当作是一个投入生命的事业。就是说，我们知道说，世上的人都是做国人，对不对？我们会缴税，我们会做我们应当做的。但是呢，上帝的国度，做基督徒的朋友们，你们就必须要做什么工作？做什么工作？中南，你做世上的国人，你做一个学生，你要做念书嘛，上学嘛，实行国人的教育几年？9年国教嘛，对不对？10年了，12年了，现在12年了，对不起，12年国教，这就是我们的应该做的。可是基督徒呢，该做什么？金玉姐，基督徒要做什么？我们为了要完成上帝国，我们每一次来，我们每一次在生活当中，你就是一个上帝的儿女哦，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哦。所以我们的工作就是必须要在我生活当中，让人看出我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这个不容易，这不是只有牧师在做的啦。我说牧师，你是牧师，你比较神圣一点，你比较圣洁一点，你比较做得来，不是这样。基督徒，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要把生命当作是一个投入生命的事业。你的生命的事业是什么？还是你只是为了赚钱的事业？世上的这些事业，你赚再多钱，你都带不走啊。可是当你带到你死后，你要去哪里？这个事业，你的生命事业，你做多少？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所以牧师说，热忱的教会文化必须要投注在每一个基督徒，要把你的生命投入生命的事业，很重要，你才会有热忱，否则你带不出什么叫做热忱的生命来。第三个，我们提到说，热忱的教会文化必须要建立在爱、接纳跟温馨的喜乐的氛围里面。爱、接纳、温馨的喜乐氛围，就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包容人、接待人、接待一个我们不喜爱的人。甚至第四个，我们提到说，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殷勤不懒惰的生命。跟你旁边的朋友说，你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你不要做一个懒惰的基督徒。所以呢，热忱的心的教会，一个有热忱心的基督徒，他会懂得第一个分享福音，对不对？第二个，他会怎么样？他会投入自我投入，不管是服事，或者是招待，或者是跟人的互动关系，他绝对一个基督徒绝不会我去到教会就这样，我连看都不看你，反正我连牧师也不想看，你懂吗？不可能嘛！那如果你是这样，那何必来教会呢？所以每一位弟兄姐妹，牧师要告诉各位，我们要分享福音，自我的投入事业。教会的福音事业是你必须要投入的，这是你生命的事业。你要懂得把你的爱、接纳、温馨的、喜乐的心，用殷勤的、非常努力的，不是懒散的。我来教会，反正我有来教会，我有奉献就好了，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继续来探讨，除了热忱的教会文化，教会还缺少了什么？一个教会除了需要有热忱的态度、热忱的火热的文化，还必须要什么？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待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个以弗所书第1章22节到23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呢，这里讲到一个教会是谁的身体？他是谁？讲看看，大胆的讲出来，不要怕。你讲久了你就懂了。教会是他，这个他是谁？是耶稣，耶稣基督的身体哦。那是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看一下这个图，看一下这个图，这个是不是耶稣？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body。那教会的头是谁？看一下，教会的头是谁？
就基督啦，懂吗？好，我们一起说，教会的头是谁？基督。谁是耶稣的身体？哦，就这样懂了吗？逻辑懂了吗？这个是要时常再去想的。这样子，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你就会以耶稣基督做为首的教会为头啊，不是以哪一个牧者很厉害，谁比较厉害，哪一个信徒比较厉害做头啊，不是这样。教会是以耶稣基督做为首的教会，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里面不管哪一间教会是不能够分派别的。可是呢，即便现在的教会是有很多分门别类的派别，可是初衷都是只有一个，这样懂了吗？所以呢，有些不太认识基督教的人啊，通常会把教会说：“啊，你们基督徒哦，好像也没有爱心，分了那么多派别，哦，根本就不像一个真正的像耶稣是讲爱的教会。”好，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而是每一个人的论点跟看法不同，但是所有中心点都是以耶稣基督做头的教会。所以呢，圣经里面有这样说过一句话，以弗所书4章4到6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因为圣经说，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一个上帝。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非常清楚啊，因为在当时候以弗所教会或者是四处都有每一个人，可能他讲的话讲得到比较吸引人，好，所以呢就开始分门别类，每一个不同的教会圣殿就开始产生，而每一个人就在那当中，我想要去那一间教会，我想要去那一间教会。可是保罗他曾经说过，身体就只有一个，圣灵就只有一个，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个主，一个信，一个喜。什么是一个信一个喜？一个信是什么？一个信仰。那一个洗礼呢？这是同一种感动。我们洗礼是一种感动嘛，对不对？感动虽然说每一个人的感动不同，可是你的感动都是从耶稣基督救恩来的，那叫做一个喜。所以呢，我们要知道，教会分宗立派本身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可是呢，就像每一个人很不同的性别一样，可是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阿们。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你虽然跟我不同姓，但是你也是上帝的儿女。来，你虽然跟我不同姓哦，可是你依然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要知道，教会不能分门别类，教会也不能因为资源不足而怎么样，我们就看清自己。我们不需要。重要的是，教会必须要感动人，去感受到上帝的爱。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在基督徒在教会里面最需要面对人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探讨这个主题，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要觉得人可爱，我们一定会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啊，就是人是怎样嘛，对不对？一介人的行为那不检点啊，他这个人的这个言行举止就怪怪的，那我怎么去看待他？这个是最难的，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现在有些时候有一些中辍生进到教会来，对不对？我们要服侍的同工，说真的，我们也会害怕呢。有些时候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样的行为呢。可是呢，我们必须要了解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教会里面，基督徒所会遇到的就是基督徒跟教会当中人与人相处。最会感受到的是人到底是不是真实的爱人的心呢？这是第一点。当你去关心他，你服侍神，你做了一项动作，对不对？子安，我们在为这些年轻朋友预备了晚餐之后，我们不晓得年轻人他是不是能够体会到我们对他的爱啊，对他的关心啊。可是牧师要告诉你绝对会，跟你旁边的人说，绝对会。绝对会感受到，他一定会感受到。赶快讲，一定会感受到。牧师好，今天刚好去参加我的孩子的这个运动会，大桥国小。我去到那边就遇到了一些最近来到我们教会的一些国中生，他们遇到我是直接很高兴说：“牧师，你怎么也来这边？”我说：“我的儿子在这边，今天运动会啊。”那我说：“啊，你怎么也在这边？”
他说：“因为我来找我们的老师，他们这些孩子，他们都毕业了，可是他们就是回到学校去找他的老师。你觉得这个孩子，他以前在学校可能是老师认为的什么不用功的、不会念书的孩子，可是这些孩子有没有感恩的心？其实我觉得有。这些感恩的心必须要从哪里来？可能是从他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已经对待他好的方式。所以你觉得我们在教会里面面对这一些孩子，有些时候是一些不好的行为的孩子，我们对他的关怀，对他的给他餐点吃，会不会有好处？会不会让他经历到、感受到爱？会不会？会，我觉得一定会，因为他们现在可能不会跟你讲：“子安哥，谢谢你。”好。甚至可能会帮你洗碗干嘛？可能不会。可是久了以后，他有没有可能会回想起这段故事、这段过程？会。所以我们对人所做的，我们要了解那个真实的爱心是在哪里，就是在这个地方。第二个，我们明明知道人在上帝创造的心意上是多么的好，可是呢，我们在人的眼光里，却会因为一个人他的行为，觉得不可能。这个人的生命不可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对吗？因为他的现况就是如此的糟糕嘛，他的行为，他做那些事情，讲那些话，就是让你看不起嘛。可是你要小心哦，在上帝创造一个人的这个生命体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怎么样在看？这是今天牧师期待每一位，不管在荧光幕前的观看的朋友，牧师都期待你都一起来学习这个重要的功课。所以呢，我们如果认真去检讨一下、检视一下你自己，每一位注意听哦，为主所服侍的同工朋友，你会发现，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缺少爱人的心，而且我们也缺少尊重人的心。更进一步，其实我们缺少了看见人，注意看见人在上帝面前有什么价值，不是吗？有一次，我记得那个在我们家那边刚好在做马路，我记得有一次那个刚好那个人黑的上几个新名一间庙的神明刚好要做生日然后刚好他们有那个耕地，所以要在那边搭一个棚子。然后搭那个棚子的时候呢，刚好搭在我们家土地的那个路边马路边。然后我的家人呢，就刚好就跟他讲说这边不能搭。然后刚好那一天刚好有一个里面当中的那个可能是耕地的几个弟兄，他就跑来跟我的家人说，这边可不可以借我上一下厕所？结果我家人就跟他回绝了，就说 no， 因为怕他进到家里面以后，他会知道家里面的状况，他是要大便要做这个重要的工作，可是我的家人跟他拒绝了，你知道吗？当拒绝了这样的人之后呢，接下来的好几天，我的家人每天晚上都接到了3、4点的时候都接到了一通电话，似乎就是要把你吵醒。没多久，我家的一只小狗，黑色的小狗，很久了，老狗，竟然被下药死掉了，很奇妙。我所经历的，我就跟我的家人讲说，不要再这样做了，人家有需要就让他吧。所以我们要了解，有些时候我们的行为，可能我们会觉得说他这样子做不行，我们会有一些不好的感触。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否缺少了看见人在上帝面前有什么价值？如果我们有这个，我觉得钟南虽然他好像也不太会祷告，可是我觉得他有一颗愿意的心，我愿意好好教他怎么祷告，陪伴他怎么读经。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会读经，也会祷告？会不会？他会。这就是看见人在上帝面前的价值，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重点：如何看见人的可爱之处
所以爱你所爱的人与爱人的心有没有一样？我再讲一次哦，爱你所爱的人跟爱人的心有没有一样啊？有没有一样？这两个，爱你所爱的跟爱人的心有一样？有一样吗？应该是不一样的。爱你所爱的，对吗？我不爱的意思就是说，我不爱的我就不爱他。可是爱人的心呢？爱一个人的心呢？基督徒爱一个人的心呢？其实是跟那个爱你所爱的人是不同的。耶稣基督上帝是要教导我们每一个做主的工人，不只是有爱弟兄的心，还必须要有爱人的心啊。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在生命当中学习圣经里面箴言第19章第5节里面说，戏笑穷人的是入没造他的主。注意哦，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看见一个人的生命就像穷人一样，我们是看轻他的，戏笑他的，不屑的。我们实际上就等于是，上帝你怎么会找这种人？我们实际上是在侮辱我们的上帝哦。所以基督徒要小心，人都是上帝所创造的，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怎么样？都是可爱的。可爱的不是那个名词的可爱，是什么？可以去爱的。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朋友说哦，你是值得被爱的。值得被爱的。所以呢，我们人都要知道，侍奉上帝、服侍上帝的人，必须要有爱人的心，必须要对人有爱，你才有办法去侍奉上帝，懂吗？所以钟南，你还记得有一次你说牧师，我好像我没有办法带朋友来，你现在有没有带2个朋友来？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当你侍奉上帝，可是你跟人好像没有什么关联，你会觉得，我觉得我应该也可以来试看看去带人。你有没有带来了？有。而且这些人他们有没有跟你来？有。可是哦，他们来到教会不只是来这边打打球哦，上帝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心意是，你要在生活当中与他建立一个重要的关系，就是关心你的朋友，他生命当中的需要，去关心他，为他祷告，这才是一个真正对人有爱的人。而不是把他带来我们去玩哦，什么都是玩啊，玩完了呢，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呢，你自己处理，这个我没办法，这样也不行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侍奉上帝的人要有爱人的心，必须要对人有爱。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翰一书第4章18节到21节，我们今天的圣经节哈，我们一起来念左手边的，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上帝，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爱上帝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上帝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个重要爱人的基本态度。第一个，它的原则性是什么？从19节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爱，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爱人？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为什么我们要爱人？它的原则在哪里？你为什么要爱人？钟兰，你为什么要爱人？想不出来。金玉姐，你为什么要爱人？对，因为上帝先爱我们。所以我原先我不会爱人，可是当我知道上帝爱我，他让我的生命不再是孤单的、孤独一个人的，不是我自己在面对人，不是我自己在面对其他的事情难处。上帝这么爱我，把我就像宝贝一样在呵护照顾，我何必去担心害怕呢？所以我们去爱一个人是需要的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主动积极的。所以因为上帝爱我们，
所以原则性我们也应当要怎么样去爱人。所以呢，其实在台语台语是这个现代台语汉字版第19节是说，咱有听，因为伊代先听咱。我感觉不是这样讲，我觉得罗马字的圣经是说，我们咱得三听。他说当意思说一定要为什么我们要？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第二个，今天的圣经节告诉我们爱人的基本态度的第二个方法，我们要怎么爱人？其实圣经里面从18节到第21节有教导我们的方法，是从18节里面讲的。18节有说，爱里怎么样？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应当要把惧怕怎么样除去。所以，我请问你，子安，如果你要爱那个脾气很暴躁、很凶的学生，你要不要怕？感谢主，不会怕，这样懂了吗？你遇到一个讲话非常犀利，而且讲话非常快，好像他会很多东西的人，你不用怕他。他可能好像在针对你，你也不用怕他。爱里没有惧怕，爱如果要完全，既然它是完全的，惧怕就必须要除去掉。好，所以呢，这个很重要，因为惧怕是含有刑罚，因为我们害怕，我们就是认为我们自己这样被定罪一样，我们没有能力。好，所以其实不是这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爱里是没有惧怕的，这是一个好的方法。好，很重要，你必须要把惧怕除去。第三个，爱人的基本态度就是主的命令告诉我们，你如果爱上帝，你就必须要等同于爱弟兄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你说你认识这个上帝，爱这个上帝，要服侍神，你就必须要爱每一个年轻朋友，爱每一个不是教会的朋友，爱每一个在我们四周围每一个你所遇到的人。好，现在问题来了，我们有没有时常遇到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我们遇到不认识的人，我们最难对他有所微笑，有没有？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对不对？我们看到他也不会有任何感觉。可是你们知道吗？牧师时常在教会里面最常遇到的，因为每一个人经过教会，大家都知道这里是教会。当他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个人走出来的时候，他就会看着他这个牧师，他有没有笑容，对吗？因为他在看，到底牧师是长怎样？到底牧师是什么样子的人？那我们也要去想一个问题：我们基督徒呢？我们似乎好像我们也不是牧师啊，可是我们出去教会之后，我们好像都会说：不要看我，不要看我，不要让人知道说我是教会的基督徒，对不对？这样就害怕了嘛，对不对？所以呢，其实牧师鼓励各位我们如果真实爱上帝，我们要换个角度想，我们是不是把每一个弟兄姐妹，把每一个不认识的人，就当作就像自己的朋友一样？那个态度、那个方式会让我们的生命不太一样会升级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爱上帝、爱弟兄会让你的生命升级。爱弟兄会让你的生命升级。好，为什么？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阿们，这一点可以理解，对不对？那人会有惰性、罪性。你说牧师那个人很烂呢，做兵端，然后都做一些坏事情，侧干辣椒，可是我问你，上帝要救人，难道不会救他吗？还是只有救你？上帝是只有救你，还是救教会的这些人，还是不会救外面那一些人？是不是？你懂我意思吗？上帝会不会救外面那一些人？会。在于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好好的去传福音，帮助他们，让他们认识福音。所以，当我们跟他讲了，他真的没办法，他也不接受，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知道，人虽然有惰性、有罪性，可是人也是主耶稣所要救的人。主耶稣的宝血并没有分门别类，说我只救那个基督徒了，跟随我的人了。但是他有要救那些信他的人。所以不信的人，他根本就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认识我们的宗教信仰，是因为什么？
当然，你的家人，他没有信耶稣，是什么原因？你的家人没有信耶稣是什么原因？你懂我意思吗？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不信吗？不是，跟你旁边的人说，是因为你没有传，因为你没有传。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要传给他，告诉他说，你的生命是否可以跟我一样，去得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可是这个东西，你必须要从你的生命当中去活出来。只要你活出来，你大胆的跟他讲没有关系。所以要记得，人虽然有些时候是刚硬的，会不会被圣灵感动？会。所以不要怕你所讲的话，不要怕你对你所传的人会不会成就的事情，那不是由你来决定。我们有去传，会不会成功，在于我们有没有透过更多的祷告，领受圣灵的感动在他身上。你知道吗？牧师在中南中学，甚至这些孩子他们来到教会，牧师花很多时间在为他们祷告。在疫情期间，牧师每次遇到他们，我时常在看他们的生命的转变，有问题我就陪伴他，告诉他这样子不行哦，有没有？中南牧师有没有在跟你们讲，你们这样做不行哦，这个事情要怎么做哦，会更好哦？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怎么样？他们慢慢的去理解，慢慢的去体会。他们要听牧师讲道有那么容易吗？没那么容易耶，对不对？你要听牧师讲道，一开始应该听不太懂吧，对不对？现在你有没有比1年前的你比较会听牧师在讲话？会，那就是不断的沟通，不断的去传递。所以我们要了解，看见某些人觉得讨厌、嫌麻烦、轻视对方的人，来，我们一起说：求主怜悯，求主怜悯我们。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面对很多感觉讨厌的人，他可能是要来教会借钱的，他可能是要来教会讨个饭吃的，我们就觉得讨厌，对不对？每次都是来教会吃东西，甚至还怎么样？我们还会嫌麻烦，对不对？我做那么多事情，就是因为他们来，嫌麻烦，麻烦死了。所以牧师时常告诉各位，教会不要怕吃啊，不要怕人家来教会吃啊，怕你没有，你明明有，可是你并不愿意去分享，这才是教会最大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说求主怜悯我们？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做工的、服侍主的人的生活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需要他这个人做什么事情？对人有兴趣。每一个人是可以去爱的，他是可爱的，可以被爱的，这样懂吗？每一个人哦，我不是说某些人，是每一个人。牧师期待我们的教会要热忱，不是单纯你自己的热忱，对上帝的热忱而已。你必须要对人有兴趣、感兴趣，对一个你不爱的人你也感兴趣，所以牧师才不会觉得好像每一次遇到一些好像不是很 OK 的信徒进入教会以后，我们有一批教会的同工就会散到一边去，好像牧师你去，这就是教会没有爱。你们要了解这个情况。教会每一个做主的工人、服侍主的人，一定要有那种热忱，认为每一个人是感兴趣的，每一个人是值得被爱的。约翰福音3章16节，上帝怎么样？爱世人。上帝并没有写圣经的话并没有写上帝爱基督徒，上帝爱世人。什么是世人？世人是谁？世界上所有的人。上帝爱世上所有的人，有没有爱布丁？普丁，有没有爱普丁？也有啊。有没有爱那一些战争当中上战场的，不管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每一个人，甚至现在中国大陆的人，习近平有没有爱他？也有，上帝爱他。但是上帝要我们每一个人要记得，每一个人都要了解，上帝因为爱我们，将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注意后面那句话，叫一切信他的
不至灭亡，得永生。上帝爱世上的人，你不信的人也是被爱的。可是，并不是所有被爱的世人都会得着永生，必须要怎么样信他的。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心要学习宽广相助，甚至感觉到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对每一个人都是感兴趣的。而且，我们必须要了解，只要是人，就必须了解他是可爱的。各位弟兄姐妹，传福音最重要的精髓在哪里？不是他多会学了多少门徒训练的工作，重要的是他要对人感兴趣，他要对人看到人是可爱的，值得被爱的。马可福音第10章45节说：“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做什么？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一般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会认为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代罪羔羊，对不对？但是我们基督徒通常不愿意为别人做代罪羔羊。啊，要死你家己死，我就跟你讲过啊，你都不通安尼做。我就跟你讲过了，你不能这么做，所以你要死，你去死吧。我已经跟你讲过了，非常没同理心。所以要记得，圣经的话教导我们，什么在先？爱在先。他是说服侍人。人子来，人子是谁？耶稣来，不是要受人服侍，受人服侍，他乃是要怎么样？服侍人。注意哦，服侍人就是爱在先，舍命在后。好，我们通常会觉得说，一个人来到教会，我们都会希望说，他也应该要做哪些事情。我都已经跟他讲那么多次了，他就是不会做，那么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把他踢掉，拒于门外，不要了，你不要来了。好，讨厌这种人。我告诉你，你有这种思维，就是你会希望他舍，我们会希望他也先舍命啊。我跟你讲，他本来来教会，他不会舍命啊，他不会付上代价的啦。他要先看到我们是不是先是做一个服侍人的人啊。其实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哦。在教会里面做上帝的工作，一定要先体会这个。你要先去感触到这些人进到教会来，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他，就像耶稣基督一样，要我们先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好，所以约翰福音第10章第10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牧师再做个比喻。你来到教会做服侍的工作，服侍人，你有没有让人感触到，我来到你的生命当中，我是要让你得到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种东西只有耶稣办得到吗？只有耶稣办得到吗？应该不是吧。牧师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嘛。每一个牧师都不一样的特质嘛。对不对？每一个牧师来了，他一定会希望他的羊得到生命，不同的生命的改变。可是每一个信徒、每一个羊群、每一个信徒在接收的牧师，听的感觉就不一样。我自己就会感触啊，我从以前就很喜欢听牧师讲道，我也会去分别啊，牧师哪一个牧师讲的会让我touch到，真的就像他来了，我的生命里面让我得到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么你们呢？你们在生活当中，你的家人有没有因为你而真正的得到了生命，而得到了更丰盛？钟兰，你在教会是不是有打扫？你回家会不会打扫？愣住了，注意哦！你在教会学习打扫，你回到家你也要学习怎么学习打扫，那个能力被培养出来。你要去祝福你的家人。让你的家人看到，我的孩子去到教会不是只有为了钱在打工呢，他也能够学习到一个怎么样把他的生活起居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让他的家人感受到，我因为这个孩子也得到了生命的祝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每一个公司主管、CEO 职员金鱼姐，你为你的公司，你的老板应该很喜欢你这个
这个职工嘛，对不对？他会不会希望马上，我觉得静宇你最近好像有点散漫，没办法了，我想要回家吃自己吧。你也会努力嘛，希望能够怎么样，让你的公司得到利益上，让你的老板能够该完成的工作进度完成嘛。子安也是一样嘛，嘉欣也是一样。当我们在投入敬拜的时候，不也是如此吗？所以我们所做的都是要让生活活得更丰富、更精彩。发现真爱这本书，玛丽安·威廉森他曾经说过，他说在我们所接受的教导，很多时候都是为了成绩、为了金钱、为了好正确的方式来做事情，比爱人更重要。但是他认为呢，爱为基础的俗世想法，很多时候并不是以爱为基础，反而是以我们要怎么去做才会更好来做事情，不是以爱为出发点。所以呢，这个世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世界问题在我们远离了真正的爱，恐惧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人为什么会有很多恐惧？是因为他没有爱。一个有爱心的人，有爱的人，他的内心不会恐惧。就像牧师，我要做一个牧者，我要爱一个教会，爱一间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所有弟兄姐妹，你知道那多难吗？我必须要让所有弟兄姐妹看每一个弟兄姐妹就像是我所爱的人。你们知道牧师在面对人是有多大的压力吗？但是这种东西一直在我生命里面，我一直在告诉神说：主啊，让我学习爱这样的人，不断的包容，不断的接纳，甚至求神给我智慧，让我所讲的话语能够祝福他这一个人。可是我就在想，这只有我牧师要该做吗？难道不是所有基督徒也该做的吗？阿们，这样你懂吗？所以这个作者他说，恐惧是因为我们没有爱。那既然我们的信仰是告诉我们必须要有爱心，爱上帝又爱人的心嘛，那么我们怎么还会害怕呢？所以牧师通常会告诉你，你只要会怕说不用怕，我都会跟你讲不用怕。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都会说不用怕，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上帝。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几个面向来探讨几个重点。我们可以从几个生命的情绪面向来看自己是不是恐惧的。我们来检视一下，检视一下你自己是不是有恐惧的。第一个，你的情绪有没有稳定？有些时候不稳定的情绪是因为源自于我们会恐惧。好，这个是真的。以前牧师的情绪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的人，我很容易暴躁，所以我会发现原来我会恐惧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会恐惧这件事情我做不好，我会害怕。我会怕自己没有办法处理好，所以我们害怕，而让我情绪开始无法控制。所以我非常佩服那些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因为他的内心当中比较不会怕，不会怕。好，所以呢，第二个，我们许多的行事的动力是否来自于恐惧？譬如说，我们要爱一个人；譬如说，我们要做一件服事。譬如说，我们要学习一项我们不曾学习过的乐器，这些都是因为我们的行动，我们从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为什么教会要不断的激励，透过好的敬拜的音乐声音，来让更多吸引一些信徒？如果他本身喜欢有学过音乐的人，他只要看到这些音乐越来越好，他会怎么样？他会受吸引。只要我们的祷告更加的迫切火热，会不会影响信徒？会，也会让人更多的祷告。所以一间教会为什么没有祷告？没有祷告会是一种很恐怖的事情。所以呢，我们要了解约翰一书告诉我们的：爱里没有惧怕，爱完全就当把惧怕除去。惧怕里含有刑罚，惧怕里的人在爱里是未得完全，没有办法完全。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爱让它完全，你一定要把恐惧完全的挪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一个更刚强壮胆的人，为主而活。所以呢，在我们生命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一个在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朋友，牧师鼓励大家
做上帝的儿女非常重要，是受到上帝所赐福，受上帝所眷顾保守。做上帝的儿女，在世上，在地上，我们也都领受到上帝的命令，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去做一个占人便宜的人。好，一个会去占人便宜的人，要记得，同样的，你也领受不到，祝福不到别人。好，所以世上的人，我觉得好，最后牧师跟大家沟通一个观念：世上的人很喜欢做的叫做共同利益啊。有共同利益，我跟你就有关系；没有共同利益，好，我跟你就没有关系。注意哦，中南，你跟你的朋友有没有共同利益？有，他会下课跟你一起去福利社买东西，下课会跟你聊天，这叫做共同利益。可是如果你只局限在这个共同利益来建立人跟人的关系，那么在爱里面还是不完全的。求主帮助我们，在教会里面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人与人的关系，我们基督徒所在讲的是对上帝的爱，而且是一颗愿意奉献的心智。期待我们一起去关心一些你所不爱的人，一起去关心你不认识的人，一起去做一些上帝期待我们把福音推广出去、有爱的基督徒的新的朋友。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愿你的话语大能充充足足、丰丰富富的在我们的心中渲染我们、感染我们、吸引我们亲近你，也让我们的心学习抓住在主你爱人的应许上面。我们晓得主你爱我们的心，我们也应当用实际爱人的行动来帮助我们去经历真实爱主你的生命。谢谢主，我们今天一起领受如何教导我们去爱人的功课，来帮助你的教会，让你的教会，让基督的身体能够得以健壮，得以强壮，为主你做美好的工作。谢谢主，也期待求你的话语祝福在每一位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朋友，祝福他们的生命，在他们的家庭，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成为一个为主你而活，祝福更多人的生命，去爱他们所不爱的，去欣赏他们所不欣赏、所讨厌的事情，让他们学习的生命是有活力、有喜乐、有盼望，为主你做美好见证的生命的儿女。谢谢主，将我们的一切荣耀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每周六的晚上在6点。